经常想到死亡，如同过去看到上千病友的死亡，但每天依然全部在忘我的工作。有些人觉得我这么拼命推研发、找资金，是在为了让自己活下去。其实5年前接受采访时，我就说过一句话：我做这些事可能不是在自救，而是在自杀。因为身患重病，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、保养身体，但我必须要去做。我推这些药，本来也不是为了单单救我自己，而是为了救我身后那成千上万在绝望中等死的病友。所以您问我未来是什么，我的答案是，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，但这根本不重要。只要这款药最终能如期上市，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，那些原本会被判死刑的病友们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希望，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。哪怕我是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，后面的病友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。